激經濟，令到香港經濟重回上升正軌。但係全球化帶嚟嘅貧富懸殊問題始終無法擺脱，亦都積累社會怨氣。新疆北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清晨大約5點發生6.6級地震，之後再有最少6次3級以上嘅餘震。震央所在嘅新源縣最少24人受傷，1600幾間房屋倒冧，超過11000間屋有倒冧嘅危險，8000幾間屋損毀，部分地區停電，列車一度停駛。國家地震局啟動3級應急響應，派員前往救災。呢一節新聞報道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功夫 Panda， 今年13歲，呢條波朱芬姨，我想問你一條問題。咁首先咧就係大笨象就去翻